香蕉啊，因为看到这个黄了，看到那个熟了，所以可以采收了。你看，哦，这个叫香蕉叶，香蕉叶，你看，所以割的时候要割比较里面一点比较好割。你看这个还比较像那个叶子啊，比较好割。它的下面这边太硬了，哦，要割很久。上面啊，那个好像叶子很好割。它这个叫香蕉叶，香蕉叶可能很凉啊，凉。也有人在那个香蕉树割一下，然后用那个什么竹子啊，小竹子啊，然后尾端尖尖的，让它流那个香蕉叶、香蕉汁出来。你看用杯子接收香蕉汁、香蕉叶，可能是要做饮料还是做什么降火气用的，可能是退火的饮料。它怎么会这样黑黑的？它没有包那个袋子啊，没有用衣服啊，要用旧的衣服把它穿上去哦，穿上去，要避免那个鸟放便，然后或者是那个什么叶子碰会变那个卖相不好看了。那个汁一滴到不好洗。就看到这个有一条已经成熟了，就可以采收了。采收以后很快就会变黄了。